Hello， 各位聽眾，大家好呀！歡迎收聽股市這馬新道財務透視，我係 Vicky。而家係2026年2月，照道理仲係冬天。不過今日香港日間氣溫直衝去到28度，行出街成個夏天咁，真係熱到爆煲。不過香港股市仲熱過個天氣，尤其係銀行股，最近真係好多嘢發生。大家好，我係 Jackie。平時做股票經濟分析為主，專攻香港同中國相關金融股。今日同 Vicky 一齊，同大家深度拆解一隻好多人識個名，但未必真係研究過嘅本地金融股 HK440 大新金融控股。不過講大新之前，點都要講一講主教身邊嗰個問題同學東亞銀行。係啊，老實講，我今次準備節目嘅時候，真係俾東亞嗰張股價圖嚇親。我前幾日無意中撳開023條線，見到個股價咔嚓咁插落去，心諗卡邊個喺度拋貨呀？嗰晚你即刻打電話俾我，喂 Jackie， 你快啲睇下東亞張圖啦，好耐冇見過咁樣跌法啦。老實講，我都好耐冇見過咁一支長陰，真係有人個新年俾人拍散個年花，咁過年都唔多開心。股價唔止係好睇唔好用，業績都係幾騎呢下，純利按年跌成2成幾，下半年仲跌到剩翻10億鬆啲。最大禍首就係純利息差 NIM 收債，投資末業大額減值，加上商業樓宇要加大撥備。簡單講句，樓市啲利而家開始喺銀行數上面爆出嚟。不過老實同大家講一句，其實冇乜人真係覺得意外。香港人成日講紙包唔住火，大家都知商廈硬位有問題，只不過以前個市好時冇人想提，而家數字擺喺台面，咪一次過見光路。今日我哋咪全程鬧東亞？唔係啦，東亞而家成個市場都喺度講，再跟風我就冇乜興趣，反而我想趁呢個機會講翻另一間同樣係香港土生土長，剩低唔多嗰啲地區性大銀行之一大新銀行，同佢上面嘅母公司大新金融。好呀，咁今日我哋就唔係拆人，係借東亞呢一單反思成個香港銀行業同埋本地銀行未來仲有冇為。同場揸影，大家最關心嘅香港樓市點樣拖累銀行，又點樣影響我哋投資。正式入題之前，我哋先同大家講少少背景。香港銀行業其實係一部不斷重組嘅歷史，大大小小本地銀行過去幾十年不停俾外資、內地行收購、合併。係啊，以前成日聽老一輩講乜道亨銀行、寨友、創興，細個聽到都唔知係邊間，轉個頭就俾人買咗，一路市牌市到而家，特登數一數，真係正反東亞同大新，仲可以叫做地頭蟲級數嘅本地大銀行。冇錯，其他好多都已經變咗中資平台或者外資嘅一部分，所以你可以話大新同東亞其實係上一代香港本地銀行文貨嘅最後2支大旗。講返大新本身，大新金融係一個綜合金融集團，入面包括銀行、保險同埋退休金管理幾個部分。其實大新銀行個歷史都唔短，1960年代開始做生意。佢喺澳門嘅子行澳門商業銀行 BCM 喺2024年仲搞咗50週年慶祝添。保險方面，大家喺街度都見過大新保險啲廣告，佢而家改名做大新保險1976有限公司，都係想強調品牌歷史同穩陣形象。所以大新唔係淨係一間細銀行咁簡單，而係一個細而齊、好典型嘅本地綜合金融集團。咁如果攞東亞同大新嚟比較，你會點形容兩間？東亞係老牌貴族，1918年已經存在，分行網絡好廣，做私人銀行、家族資金管理，好多老錢客戶都係佢度。大新就年輕少少，1962年成立，規模細啲，但係好貼地，特別係中小企同零售客。近年仲好積極推數碼服務，好似佢哋個 New W Mobile App 就係針對年輕客同中小企老闆度身訂造。
如果用我哋平時行街嘅比喻，東亞有啲似老牌名店，做咗成100年生意，有自己固定客地。大新就似一間忠誠老店，但唔停手，裝修升級，試新嘢，想吸引新世代。兩間都係本地出世，不過路線同性格有啲唔同。資本實力方面，大新而家的資本指標其實幾穩陣，普通股一級資本比率大約16.9%，總資本比率去到21%，流動性覆蓋比率都喺大約60%，呢啲全部都高過監管下限好多。保險子公司方面，大新保險個償付能力比率成2倍幾，澳門保險更加誇張，去到9倍幾，仲攞住 AM Best 嘅 A 評級，呢啲就俾市場一個信號，風險管理做得幾紮實。聽落去，大新就好似一個唔會令你眼前一亮，但幾可靠嘅對象。唔似得有啲股份好坐挺、好升浪，大新嗰類係你拎住收息，穩穩陣陣嗰啲 feel。不如我哋開始睇股價啦，啲聽眾最中意呢 part。Jackie， 我哋攞個大新金融嘅長期圖出嚟，拉長少少，唔好淨係睇1年半載，睇反10年，甚至再長少少，你會點解讀？如果拉長少少去睇，你會見到大新呢10幾年其實分幾個階段，大約2015到2018年之間，股價都算企得幾穩，唔算爆升，但都有一個合理區間喺度上上落落。跟住去到2019年，社會運動揸埋之後，疫情成個香港經濟轉咗風向，金融股都捱打，大新都唔例外。2020到2022年疫情最勁嗰段時間，股價波動明顯大咗好多，成個市都好驚清。之後2023、2024就進入另一個挑戰期。一方面美食喺高位，利息收入表面上 OK， 但另一方面商業樓市開始明顯轉弱，做銀行最驚就係抵押品價值跌，同客還唔到款。告2025開始，佢做大灣區有啲新機會，內地政策穩定咗少少，加埋市場對香港經濟最壞預期消化咗啲，股價開始有啲反彈嘅苗頭。你咁樣講，我腦入面就浮現2張圖，一張係大新咁樣上上落落嘅走勢，另一張就係東亞嗰支瀑布式掌音。大新雖然有壓力，但起碼冇一日暴跌到咁樣，呢點對投資者信心好緊要。係市場而家喺度問，到底邊啲本地銀行只係短期受樓市拖累，邊啲係結構性出事？我哋今日就想用大新做個例子，去拆結喺依家呢個環境，本地銀行有乜優勢，有乜風險，有乜位可以突圍。我哋就由基本面開始啦，先講大新成個集團賺錢結構。大新金融其實有3大板塊，第一係銀行業務，即係大新銀行，本身喺澳門嘅 BCM 同埋大新銀行中國；第二係一般保險，大新保險加澳門保險；第三就係澳門嗰邊嘅退休基金管理。銀行部分就大家最熟，零售銀行、企業銀行、貿易融資、按揭、中小企貸款、財資，我套標準 full set 佢都有。保險業務近幾年表現其實幾唔錯，尤其係澳門旅遊、博彩業復甦之後，澳門保險幫好多大型賭場、基建項目、show 同展覽做投保，保費同盈利都上咗一級。退休金方面，澳門退休基金管理個 AUM 都係慢慢咁滾大，屬於一個穩定慢增長業務，唔係好爆炸，但勝在可見度高。即係話，大新唔係淨係靠派息銀行股咁簡單，背後仲有保險同長期資產管理呢啲穩定現金流。仲有一點幾重要，大新喺中小企方面係真係落過功夫。2023年，佢同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一齊推咗個 SME ESG 憲章，協助啲細公司做 ESG 轉型，唔係淨係借錢俾你，而係教你點樣符合未來銀行同投資者嘅要求。呢個位好啱而家大氣候。大灣區方面，大新都唔係得個講字，尤其係車保業務。2024年喺大灣區車保保費有幾顯著增長，賺錢能力都提升咗。講白啲，
以前本地銀行最大弱點係淨係識做香港，而家大新係真係有內地同澳門業務做 backup。講到呢度呢，我知好多聽眾心入面嗰條問題就係，咁究竟值唔值得買？喺你答之前，我哋不如先拆開幾個關鍵指標 ROE、PE、PB， 再揸埋派死。以一間本地中成金融集團嚟講，大新個 RONE 唔算好誇張，但係穩定，長年喺中單位數字至低雙位數附近浮動。估值方面 ，PE 一般都喺單位數。PB 又長期貼住0單 X 比，配合一個幾唔錯嘅股息率，你可以將佢當成一隻本地穩定收息股，而唔係一隻高增長股去睇。即係話，如果你心態係快錢翻幾倍咁樣嘅，就唔好搞大新。但如果你係想攞一個相對穩陣嘅本地銀行做資產配置一部分，加埋收息同通脹對沖，大新就有佢位置。仲有比較重要嘅係同其他銀行比，如果你攞佢同其他幾間東亞、中銀香港、建行亞洲 HSBC 去對比，你會發現規模一定不及人哋，但係資本充足度、壞帳水平、估值折讓都唔差，某程度上係細而實淨嗰類。不如我哋賣個關子，關於幾間銀行估值、PB、ROE 點樣排，我哋留返去中篇慢慢猜。上半節主要想幫大家戰力咗一個大新同東亞同成個香港銀行圈嘅大圖。大家聽咗咁耐分析，都有少少攰啦，不如喺呢度收視一陣，播首音樂俾大家放鬆下，轉一轉心情。等陣翻嚟，我哋會深入講香港銀行點解由好認口錢變成今日咁多風險，同埋香港樓市對銀行股究竟有幾大殺傷力。Much too late for you, my friend.
啱嗰段音樂覺得點樣呀？休息暈，精神啲喂呀！我哋而家就繼續今日關於大新金融同埋香港銀行業大環境嘅深度拆解。頭先上半節，我哋大概行過一次大新嘅歷史、業務、資本情況。中半節，我哋會將鏡頭拉闊少少，講三樣嘢。第一，香港銀行重組史；第二，香港地產點樣一步步變成今日咁；第三，日本做過啲乜嘢錯誤，可以俾香港做反面教材。先講香港銀行重組史啦。Jackie， 你成日話香港金融圈表面好靜，入面其實風高浪急，究竟有幾急法？如果你由回歸前睇起，1990年代開始，其實已經係一個重組大時代。HSBC 喺90年代重組成為 HSBC Holdings。2001年，中銀喺香港12間銀行合併成為中銀香港。2003年，新加坡 DBS 就收購咗道亨、廣安、海外信託銀行合併。之後仲有越秀買創興、廈門國際銀行買集友，好多本地名牌都慢慢消失喺街邊啲藍底白字招牌入面。洗剩落嚟，本地真正有齒訊嘅就係大新同東亞。點解佢哋兩間可以生存落嚟？一係家族控制穩定，唔會亂咁賣；二係風險管理唔算保守過火，但起碼唔係大膽亂放貸；三係本地客底深，尤其係中小企同老客戶。所以今次東亞出事，市場先至會咁震撼，因為喺好多人眼中，佢係兩大本地最後堡壘之一。講銀行都離唔開一個字，樓。香港人事事大大都聽住一句，買樓一定賺，銀行借樓按一定穩。但係呢個故事喺邊度開始轉壞？如果由地產市場分開幾塊睇，就會清楚啲。第一塊係中環 Grade A Office， 2019年見頂之後，到2024年底為止，整體跌咗大約3成。中環某啲地標大廈跌幅更加近4成。空置率都好誇張，成個香港 office 空置率15個幾%，租金一級級咁跌。雖然2025年下半年開始，中環有少少反彈，主要係對沖基金、家族辦公室、wealth management 回流，但係全港計，非核心區仲係好大壓力。第二塊係銅鑼灣、尖沙咀核心區啲細個，最經典就係利苑、山道23到25號。2012年 Long Jeans 近比200幾萬一個月，2020年只係128000，石租由1600幾跌到得返90，跌幅9成幾。你諗下，由世界最貴嘅攞位之一變成今日咁，就知道零售結構變化有幾大。社會事件、疫情、網購逼上消費，再加埋業主有訴訟、拍賣風險，租金唔跌都難。係翻塊係半山，山景呢啲高級住打。2022年嗰陣係自金融海嘯以嚟最大一次年度跌幅，超過1成。背後原因包括加息、內地經濟不確定、內地買家減少。不過去到2024下半年，2025年後債價開始止跌回穩，有啲指數仲錄得輕微升幅。細價樓一般住宅市場就好啲。2025年開始有大約3%、5%升幅，成交量都解散。總結一句，寫字樓、街鋪中長期壓力仍然好大，住宅相對地好啲，但都唔會再反到以前升到離晒地嗰個年代。對銀行嚟講，即係話抵押品價值冇以前咁安全，撥備要諗清楚。你啱啱講寫字樓嗰部分，我諗起你以前提過來料加工故事。你成日話明白香港工業同 IPO 國際採購辦事處歷史，就會明白點解尖東尖沙咀會由以前好旺變成今日只係旅行團酒店加首糧。係呢個要講翻去90年代，甚至再早少少。以前香港賺大錢模式好簡單，工廠搬上內地，香港留低採購同出口業務，即係所謂 IPO office。大量日本、韓國公司喺尖沙咀、尖東、灣仔開辦公室。所以以前尖東咁旺，唔係淨係遊客，
係好多日韓採購人員喺度出出入入。之後中國加入 WTO， 加工貿易政策收緊，啲 IPO office 慢慢搬上深圳、廣州、香港，嗰批寫字樓自然失去需求。同一時間，日本同韓國喺香港居住人口都明顯下降。簡單講句，工業採購活動北移，外國派駐人數少咗，高級住宅需求自然跌，寫字樓、萬惠需求都會跟住落。咁樣睇返，2000年附近可能真係香港實體經濟需求嘅高峰，之後係慢慢轉型，再慢慢滑落。你頭先講東亞嘅問題，聽落去就好似啦20年結構性轉變嘅期末考試。冇錯，香港過去幾十年太容易賺錢，只要買樓借按揭就有增值有利差。而家個故事去到尾聲，銀行如果仲用舊心態做生意，遲早會蟹中地雷。講到太容易賺錢同故事尾聲，你成日拎日本嚟做例子，不如喺呢節中段講下日本點樣由限同錢推動嘅經濟奇蹟，變成今日咁多結構性問題。日本喺高度成長期有一套好特別嘅模式，商社負責創意同汗水，銀行負責資本同槓桿。商社的人可以為咗開發一款便利店便當，真係試食到嘔。第二日再食過嗰啲漫畫，入面畫到好誇張，其實有一半都唔係誇張。你又嚟講你細個睇日本漫畫嘅故事啦。你以前話你哥哥80年代學日文，不停買 Big Comic Spirits， 入面有 Nezuka Shoseki 嘅 concept， 教你好多商業社會真相。係啊，Nezuka 書課講商社掹啲離譜工作模式 ，Kimager Concept 就串廣告公司，尤其係某間大家都知名嗰間。你睇住嗰啲故事，就會明白日本當年點解可以咁拼命三郎喺全世界搶訂單、搶資源、搶市場。不過去到2000年之後，日本踏入另一個階段，新自由主義、金融放鬆、資產泡沫爆破之後，政府解行一套用錢解決所有問題嘅路線。Abenomics 就係最經典，抽寬鬆貨幣、財政刺激，加埋成日講結構改革、創新，但係實際上真正對教育、對創意產業投資就唔算太多。而家高市手上推嘅 Staninomics，其實某程度只係壓 Abenomics 延長線。如果你睇分行業 GDP 數據，會見到政府相關開支大幅上升，但係家庭消費份額長期企喺度唔弱。換句話講，政府同埋有份 share 政府 project 嗰啲大企業過得幾好，普通打工仔未必感受到。日本政壇最諷刺嘅地方就係執政自民黨代表大企業股東同管理層，最大在野黨又代表大企業工會，雙方都唔真係代表中小企或者年輕人。咁喺呢個框架底下，你點樣期待新一輪真正嘅創新？所以我成日同香港朋友講，日本係一面鏡，唔係叫你全盤否定，而係叫你學佢成功嗰段，避免佢之後走錯嗰段。香港有錢、有資本、有金融系統，最缺乏嘅其實係一套制度，可以令創意加汗水再一次變成主教。咁反轉頭睇香港銀行啦，你會點樣總結香港本地銀行喺中國資本大行同外資大行夾縫之間，仲有冇自己獨特位置？同中資銀行比，例如中銀香港、建行、亞洲、工行、亞洲，人哋最大優勢係內地網絡、人民幣業務、跨境產品。本地銀行優勢就係對本地中小企了解深入，決策快，可以做啲唔咁 standard 嘅 deal， 唔會所有嘢都要上北京上總行批。同外資銀行比，例如 HSBC、Citi、渣打，人哋玩嘅係全球網絡、投行、FinTech、跨境 Wealth Management。本地銀行就係細樹王，唔會同你鬥全球，但可以喺地區性市場 SME 某啲 niche product 做得好出色。不過呢個細樹王位，如果冇科技、冇大灣區、冇 ESG， 就好快會俾人邊緣化。大新近年不停講 DX， 講啱 smart 對接，講 SME ESG，
其實就係想走一條小而精、小而創新路線，唔係純粹收縮防守。講到咁多層次，我想拉返落投資角度，聽眾心裏面可能會問：東亞今次出世，會唔會係一個開始？會唔會引發新一輪銀行重組潮？我個人睇法，重組一定會繼續，但未必即刻爆發式咁嚟。一方面，香港仍然需要本地銀行存在，因為純中資、純外資未必會幫你照顧晒所有本地中小企同社區客戶。另一方面，如果某啲銀行長期資本回報太低，又降上地產長期調頂，同類事情唔排除會再發生。咁對於大新啦類本地跟控，你覺得係潛在收購對象，定係未來整合者？兩個角色都唔可以排除，但以佢而家資本實力同業務版圖，我會傾向覺得短中期佢仍然可以獨立發展。重點係點樣喺大灣區、ESG、DX 同 IP 合作方面感到增長點。關於未來策略同埋香港仲有冇創意呢條最大問題，我哋留返落篇就係慢慢猜。而家又差唔多係時候俾大家收食一陣，等個腦消化下咁多數字同歷史。各位聽眾聽到呢度都算係陪我哋行咗一大段路啦。大家會唔會覺得有啲長氣，有啲攰呢？不如再嚟一段音樂俾大家鬆一鬆，飲啖水，望下窗外面啲夜景。轉頭翻嚟，落邊我哋會講 AI 點樣改變全球地產同銀行業，點樣影響香港，同埋香港究竟點樣可以重建屬於自己嘅創法。Réchauffe-moi, froid de Moscou. Dis vite que c'est une blague, qu'on s'aimera pour toujours.啱啱嗰段音樂舒服唔舒服呀？如果你仲在線，恭喜你嚟到今日節目最後一節，我哋會由 AI 講到日本 Saninomics， 再講返香港本地銀行未來出路。係啦，頭兩節比較多歷史加數據，落篇就多啲未來加思考。
如果你本身都有揸樓、揸 race、揸銀行股，呢一節應該會幾啱你。我哋啱啱講完香港地產10幾年變化，但最近有另一單消息都好值得關注，就係美國商業地產服務公司股價被 AI 嚇到大跌。Jackie 可以同大家簡單講下發生咩事？好簡單講，2026年2月，美國最大幾間商業地產服務商，包括 CBRE 同 Cushman Wakefield， 2日之內跌咗20%多。Trigger 唔係加息，唔係空置率數字，而係一間 AI 公司推出咗一個可以自動處理合同審閱、合規文件嘅工具。市場突然意識到，原來地產 broker 好大部分工作都可以由 AI 代勞，即係嗰啲以前要大量 junior 去做嘅，抄數、對文件、做 valuation report、整 due diligence checklist，AI 可以一次過拆細。咁如果一間公司本來有200個人 ，AI 令生產力提升50%，長遠佢只需有100個人，甚至80個人，咁寫字樓面積自然可以 cut 一半。你再加埋 work from home 文化，將來好多公司可能唔需要一整層 office， 只要一半甚至 quarter。呢個就係所謂效率悖論 ，AI 提升效率，聽落好似對經濟有利。但對寫字樓需求未必係好消息。呢度拉返落香港，就算香港短期有大灣區加做辦公室需求，支持中環寫字樓，但如果全球長期趨勢 office 需求向下，銀行手上啲 commercial real estate 按揭就又更加保守咁睇。所以我成日講，香港樓市長期前景其實比一般人想象中更難，唔係話完全悶檔，而係你唔可以再用以前嗰套神話，即係不斷加按、不斷交租，唔使諗創意，去計將來20年嘅故事。講揾 AI， 我哋再返去創發呢個字。你喺資料入面成日用創發而唔係創新，有咩特別意思？創新好多時俾人聽到就諗起科技 ，AI、EV、車、FinTech。創發我係想強調一個組合。創意加發展加發現，唔一定要係高科技，可以係一種新商業模式，一種新服務。日本喺60、80年代嘅高度成長，就係一個創發加資本完美結合例子。商社去全世界機會設計方案，銀行提供資金，兩邊互相拉動，造就成個日本製造業王國。但係而家日本政府想用 Saninomics 再刺激一次經濟。主要手段仍然係貨幣寬鬆同財政支出，未見到有一套好清晰、長期培養創意勞動力嘅藍圖。教育改革、年輕人創業支援、文化產業發展，全部都係零零散散，唔成系統。香港反而有一個優勢，就係你有中國同大灣區喺後面，深圳喺認科技，廣州喺製造，東莞喺供應鏈。香港如果肯專注做創意加金融加國際連接，其實可以搭到呢架車。問題係我哋係咪仲沉醉喺樓市神話入面，仲覺得買幾層田收下租攞嚟按就已經係最好生意？今次東亞事件其實就好似俾我哋打一支強心針，原來舊故事真係有完結一日。講返銀行本身，你覺得銀行呢個行業本身可以成為創發主角，定係只係一個提供資金嘅 supporting role？ 傳統上，銀行多數係 supporting role 俾錢、控風險、賺 spread。但喺今日嘅環境，銀行如果只係靠傳統利差，同時又被 FinTech、虛擬銀行、Big Tech 搶咗 payment 同 consumer finance， 你唔創新，淨係防守，好快就俾人邊緣化。那新喺呢方面算係有做嘢，一方面喺 SME 做 ESG Charter， 幫客戶準備未來綠色金融要求；另一方面喺大灣區保險、退休金、數碼銀行做投資。更有趣嘅係 IP 合作嗰條路，好似台灣國泰世華銀行同 Pokemon Go 做聯乘，將 ATM 變成 Pokemon 補給站，吸引年輕人開戶口。用佢啲卡，呢啲係將創意內容同金融產品黐埋一齊嘅例子。
香港其實有好多 IP 資源，可以用迪士尼、Sanrio 各類本地創作。如果銀行識得同 HKTDC、旅發局呢啲機構合作，用展覽、IP 活動帶動消費同金融產品，咁就唔係淨係喺分行度派單張咁悶。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去灣仔 HKTDC Gallery 睇展覽嗰次？當時我就已經同你講，呢啲展覽背後最終都係金融銀行、保險、基金點樣支援創作者、出口商、品牌，令佢哋可以走出香港。所以你而家再講香港需要創發，就唔係講叫大家返去做屎工廠，而係講銀行要學識點樣服務創作者、中小企、IP 持有人、科技 startup， 唔好再淨係諗樓值幾多錢，可以借幾多成。去到節目尾聲，我哋要答返今日開頭嗰條大問題：香港仲需唔需要本地銀行？我嘅答案好清楚，絕對需要。原因唔係感情用事，唔係話本地銀行好親切，而係實際功能。第一，本地銀行對中小企有機會但未必科密症嘅 borrower 更加有意願去了解同設計方案。第二，社區層面、地區分項、社區服務同本地非牟利機構合作，呢啲外資部分中資未必真係想做。第三，喺大灣區對接方面，本地銀行可以做翻譯角色，幫香港中小企理解內地政策、操作流程。大仙同東亞作為僅餘嘅兩大本地銀行，其實某程度上係揸住一部分香港金融系統嘅靈魂。如果有一日本地完全正反中資加外資，而冇本地資本、冇本地 decision maker， 咁香港金融中心嘅特色會唔會打折扣？所以我會咁睇。一方面，投資者要嚴格睇本地銀行嘅風險管理，尤其係商業地產保險，資本充足，黏則受。另一方面，作為市民，我哋都應該關心本地銀行有冇真係投入喺 DX、ESG、大灣區同創意產業，而唔係淨係守住舊樓案。回到大新身上，你如果將佢拆做幾個關鍵字：SME、GBA、保險、退休金、DX、ESG， 再加上一個估值，仲有夕陽。呢個組合對一啲中長線想等穩定收息、加有少少增長故事嘅投資者嚟講，係值得放閱觀察 list 嘅。當然，如常溫馨提示，唔好因為聽咗一集節目就即刻 all in。銀行股尤其要留意幾樣嘢：利率周期、壞帳、地產、監管政策。如果你接受唔到股價短期波動，或者對地產前景好悲觀，就要控制倉位，慢慢分段入。嚟到尾聲，按慣例，我哋都要講返一段重要聲明。節目入面提及嘅所有股票、指數、行業分析，只係用作教育同資訊分享用途，絕對唔構成任何買賣建議。買賣股票要按自己嘅財務狀況、風險承受能力同投資目標做決定，最好事前同專業財務顧問傾清楚。銀行股尤其牽涉槓桿、信貸風險，唔可以淨係睇股息率，就忘記背後啲風險。多謝大家今日由頭聽到尾，陪我哋由東亞跌價，講到大新歷史，講到香港銀行重組、樓市轉變，再去到日品、Sanenomics 同 AI。如果你覺得呢個節目幫到你，用另一個角度睇香港金融同樓市，記得 like、share 同訂閱我哋個頻道。之後我哋都會繼續揀啲同香港人生活、投資好切身嘅主題，深入拆解俾大家聽。下次節目再見，祝大家投資順利，身體健康，拜拜。拜拜。